看车过来的嘛，大车过来的。给收换衣服了吗？说不说？没看不清。小马说应该1.7米左右吧。这就是曲轴嘛，是吧？曲轴嘛是加强，几车没？它这个船长光嘛，是微的。我远处看以为是曲轴，我从远处看以为是曲轴，全是加的。曲轴啊，曲轴来来了走了，那个哪处他们都是那个勾起来了，他们两个一起来，那勾起来了。他自己都不晓得，他自己晓得不得出来，现在下雨了嘛。狗狗没来。他晓得我在那。哦，下雨带着那种脏了。没有，我在那出去几次，他晓得下雨他不出来。啊，他晓得下雨他不出来，有洁癖嗦。他知道我今天我先行了嘛，还没开车。啊，我说不得雨，他晓得他就不得跟着我俩弄。我觉得你们乖乖相当于一个6、7岁的娃，是吧？准备去打有的把牙齿洗下，洁牙，把牙齿才好，有点牙垢。哎呀，羊的人得的病，狗都要得。
人家说该给你们狗洁牙。我说哎，我们狗还要洁牙，他啥不是呢？他说狗跟人一样的。这个做的上麻醉，麻醉嘛，它有跟这儿体质，有些麻醉哦，洁牙。洁牙嘛，它就洁牙还要麻醉。它有些是用那个，看来是手术开的方式，一般它听话了直接开刮。不得，他是，他因为你不来的，他们那边在搞。我本来开车，我要开车出来，我老婆不是那些可以直接，我看前半是打车过来的，打车过就是去罗芒广州嘛，我就过来看，我估计王鑫肯定他们在地铁上跳噻，我走了呢，这边发消息说的应该是在地铁上，我也在地铁上。哦，我看了你发，那儿现在不热了吗？不是啊，前段时间哪儿热的？不是，因为他们很热。真的呀？那是湖南后面都是关。哪儿那个地铁啊？那个地方9点半就关了。对，是关的。那9点半就大家上不上？因为很对，必须大家手电是打字的，每天打的。他们叫新疆不啦？哪条呢？哪条？这边是区，还有那个大西嘛，那个大小其实这个。叫新疆吗？好像。也是开长途的嘛，之前开车的时候已经搬过去。大西那个在练。真的啊？他们才开学，他的这样子。对呀，刚跳的时候就快，现在快。啊？现在快的时候，就谁是不会跳。现在快的时间我。确定有看到。我钱还没给。从那边我们打过来，打断的。他不是有派给我了吗？我们打回来倒是。正常的。你看，昨天是开学。那给我们交了便宜的嘛，啊。是不是这种嘛？他们看的是哪一种？你看我便宜的。我看。
是世界的嘛，不是的。现在不可以了。原本是多的吧？回去不交用那时候，我那个流量只有15个 G 啊，那里用完了。回家嘛，我还以为你你要到新加坡，我还以为今下午的雨那么大，可能他们那边下不来。啊，对，我想直接都要开车直接去新加坡，因为他说的免税行动。其实你可以8点钟就来的。这个前半天稍微不都要去看。现在是8点钟。他这个呢，一直他这一前几天下雨我要说他要下2个小时。你查着8点整，然后直接可以。你那个叫什么游戏吗？什么的？小印象，现在小印象了。牙角，谁的牙角？哪个嘞？
为龙江不少呀，千骑马路一万个因素呀啦，扬州街边全部是这少呀啦，革命生就让就有松松呀啦噻。手里插着面多少呀啦，呀起我木浪子也说呀啦，自己的背帮当样不少呀啦，却差的比多人人松松呀啦噻。有位老爷年马少呀啦，东起爬路浪大人说呀啦，十几这边这银三不少呀啦，没人真比那平银松松呀啦噻。拉不拉马比卡瓦卡不少。上这因素呀啦，我拉真别找人打不少呀啦，全体东北南平因素呀啦，我拉真别找人打不少呀啦，全体东北南平因素呀啦，全体东北南平因素呀啦噻。大姐，我来3000公里的火哟！有多少人看你直播呀？现在人在哪儿啊？96，什么平台呀？有图片啊？你那个你可以上YouTube上注册吗？没有。啊？不用，我这买了这种，买了这种。哎呀，我这样我兄张家千里有这个真是中的死的真是中的他的
他一个人住那里。他出去了几个月嘛。呀，不，过去咋干的？来，俺不，你给不得这三毛这过去，你娃出狗是啥子？呀，俺出狗是的。小的时候6月份出发嘛，到处转，川西，这片儿嘛，我都不有，我们不是
拿包，拿包，拿包。收开，收开。开了。开了。这个视频那个。收了。收了吗？今天收了没？下雨的吗？不看吗？啊。哎，当然下了。几哥，我录个视频。啊，你看。最后一只，差不多这个。红烛蓝的山上，俺的大马家。
奔波美。来会黄牛。养的不老，当然是十里人说，路呀看呀那多，离家子做你啥子？在我的呀那多，家头是金沙的，马车的呀那多，是把人真沙的。